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尘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难道孤独又在？难道孤独山在？又在山在？繁华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尘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孤独自由在？竹是品格，竹是节操，定根原在破岩中，任尔东南西北风。云喜君，板桥画竹定附竹于诗意，您请看：谁家新笋破新泥，昨夜春风到竹溪。此乃春天的竹。疏疏密密复亭亭，小院幽篁一片青。此乃夏天的竹。竹是秋风应更多，打窗敲户影婆娑。此乃秋天的竹。幽篁一夜雪，疏影湿青绿。此乃冬天的竹。竹与经济同在，与民生共舞，相知相应，妙趣无穷啊！说得好啊！云喜君，板桥是否太狂妄了？好，云喜手艺非浅，受用无穷啊！板桥，啊，你看谁来了？李大人，板桥，李大人，板桥，只看见大人，看不见小老百姓了。哎呦，方英兄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家父回京述职，我随之见见世面。那日扬州城陡见吴兄进了囚车，我当此生此世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皇上既生，板桥才逃此一难呢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给你们提起过的扬州画师郑板桥。幸会啊，幸会。板桥啊，刚才我没有听错的话，你是怎么称呼我们王爷的？啊？我云喜君呢？怎么错了吗？亲王，我与板桥碧云寺相见，那时我们就相约以君兄相称了。如今身为慎亲王的我，不能随便就改口啊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走，我们饮酒唱诗去。好，亲王爷请。金大人，学生认为一个小小的扬州画师，居然和慎亲王称兄道弟，有失体统啊！
沈亲王年轻无知，我看该让圣上好好开导开导他。启禀皇上，福建安察使李玉红父子应召来到，让他们进来。这有请李大人。臣李玉红携子方英叩见皇上。平身，坐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这是郑板桥写的《验石院》。那日退朝之后，朕有细细琢磨过。这首词倒是提醒了朕一件事：朝廷命官自行其事，行贿受贿，此风不杀，必将民怨载道。爱卿身为按察使，当着力查办此类败坏朝风、极有民愤的案件。臣遵旨。朕已着令全国整肃纲纪，一经发现，概一查到底，绝不手软。启禀皇上，如意馆金敏之有急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金大人请。臣金敏之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有什么急事吗？皇上，臣有一弟子给我带了一首诗，又是那个扬州郑板桥所作，臣特带来请皇上预览。怎么？反诗？臣不敢断言，请皇上定夺。这大惊小怪，充其量不过是一狂生而已。这些个文人书生啊，整天就吟诗作画，激情偏颇，时而有之。要不然，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皇上，这是郑板桥昨日在慎亲王的酒宴中即兴所作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朝廷的不满和怨恨。更有甚者，他竟跟慎亲王称兄道弟，真是狂傲不济。真有这种事？臣不敢胡言。不会是爱卿记恨人家那天当众顶撞了你吧？臣不敢。圣上，昨日他在慎亲王家酗酒作歌，放荡至极，臣的弟子也在。金爱卿，好了，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臣告退。这个郑板桥啊，朕本来打算留他去博学红词科，怎么难以容众，只好随他去了。皇上，方英，你小民以为金大人适才所言有所偏颇。方英，哎，李爱卿，说说看。昨日皇上以仁义之胸怀宽恕了板桥，京师文人举子纷纷奔走相告，齐颂皇上之英明啊！郑板桥即兴作词，
小民亦在身旁，他只是痛恨一些败坏朝风的官吏，并非针对朝廷啊。讲下去。至于金大人所言与慎亲王称兄道弟，也非板桥之过错。因慎亲王酷爱词话，碍于亲王爷与百姓之间难以接近，为此亲王爷才多次告知板桥，以兄弟相称。说得好。来，起来坐。谢皇上。李爱卿啊，臣在。你的儿子很会说话。他是你的第几子啊？禀皇上，第4子，简名方莹。李方莹，这名字不错。在何方任职啊？禀皇上，方莹尚未经世。朕有意让他去任职，能胜任吗？皇上宠爱，小儿是个生远，且性情憨直，不宜于仕途。哎，哪有先学会生孩子，然后才出嫁的？安宁，奴才在。传朕的旨意，福建安察使李玉红第4子李方英按7品知县录用，交河南总督田文进具体办理。谢皇上隆恩。板桥兄，看来金敏之是个嫉贤妒能的人。板桥兄，往后你不可不防啊！多谢方英兄的提醒。好在扬州千里之外，看来我早些离开京城为妥，以免牵连慎亲王。好，我去备马送你。好。圣旨下，扬州通判马三桂接旨。来了！老爷快坐下。老爷，哎，来了。马三桂接旨。马三桂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扬州通判马三桂筹作迎驾事宜期间，动用官银收买巨宴，涉嫌行贿钦差大臣，理当问罪。朕念其寻得失传古宴有功，免罪。晋升从五品，代理扬州知府职，钦此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老爷，起来接旨。老爷，谢公公。谢公公。老爷，快接住！快接住啊！老爷，快接住啊！他怎么了？是给钦差大人打。禀公公，我家老爷是为了那块巨宴得了风寒，才就是啊。那就好生照应着吧。公公您慢走啊！公公慢走啊！公公慢走！谢谢了。三娘啊，还真有你的，我差点就。官场上就那么回事儿，说真话倒霉。是啊，老爷，你升官了，我们为你办喜酒啊！亏你想得出来，让人家到家里来看笑话。我们老爷不好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对，好，就这主意好。老爷，咱们回去吧啊！走，老爷慢着啊！慢着，老爷呀！
停下，快停下！黄大哥，黄大哥，梅子，黄大哥，快过来！梅子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听说板桥大哥没事儿了。真的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呀，给邵大爷家弹琴的时候听说的。真的吗？哎呀，是真的。那太好了。哎，卢大人怎么样了？啊，也没事了。听说要调往广西任差了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好。哎，那我现在去告诉他们去啊。哎，回见啊。哎，回见。哎，快走啊！好词好词。请三位大人稍后。卢大人，有几位扬州来的客人要求见您。哦。哎呀，原来是你们呐，卢大人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请。哎呀，卢大人，哎呀，卢大人，哎，看到您身体健康，我们几个甚感欣慰啊！是啊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坐吧，好，坐吧，坐吧。还是托李大人的福啊！哎，要不是李大人一腔正气，我可板桥也成冤鬼了。哪里，啊，也是圣上英明。要是遇上个昏君，即使有100个礼善，也无可奈何呀。啊，卢大人，听说您被贬往广西为官，板桥于心不忍。你若不是为了我，也不至如此。哎，板桥，千万别这么说。你我能活下来，已经是万幸了。我卢某一生别无奢求，即使将来老了，弃官为民了，只要想到当年在扬州曾经为我大清朝保住了一个才子，我就心安了。陆大人，板桥，板桥，请起。亲王爷，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臣允许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们2个下去。是皇上。哎，免礼免礼免礼！皇叔，这里没有什么外人，何必行此大礼呢？以后切记免掉。谢皇上隆恩。请。皇上，臣明日启程前往江南，接替灵枢大人。皇上有何教诲？让王爷亲自去监督打点，朕心里头踏实，是不是啊？皇上信赖，允许绝不会有辱皇上厚爱。你呀，让朕怎么说你呢？皇上今日驾到，有什么话要叮嘱允许？允许定当铭记。也没什么要叮咛的，只是我想告诫王爷，在宫外结交文友，切勿忘了自己的王爷身份。允许记住了。皇上，
你昨天让李善要了一些文人上门，有这么回事吧？皇上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朕想知道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？朕还听说扬州的郑板桥在你这儿写了首狂词，有这么回事吧？皇上，您连这个都知道？你知道这个郑板桥，人家给他起了个什么雅号吗？什么雅号？青傲狂生。皇上，微臣与之交往，也有这个感觉。可这并没有什么错呀。哎，朕的意思是，朕不干涉你和这些人交往，只是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就行了。朕还听说，你与那个郑板桥称兄道弟，可有此事啊？皇上，这是谁呀？我跟他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在皇上面前如此搬弄是非呢？哎，发这么大火干什么？有，文友之间不足为奇；没有，君臣有别，也是理所当然。这还是一句老话，注意你的皇家身份就是了。啊？哎，皇叔，你就接着收拾吧。请问老板贵店收画子吗？哦，收。先生雅故本堂，请多多指教。来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请坐。好。来，先生请用茶。哦，谢谢。先生，您是看这幅画子吗？啊，是啊。这是当朝宫廷御画大师李善大人的墨宝。哦。您看这气势，您再看这用墨，豪放洒脱呀。请问先生，您的这幅画子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说起来可就是故事了。哎，请坐下。好。宫里的一个小太监，家里老母生病缺银子花，从宫里偷出了这幅画子，我看他可怜，就买下了。恕我直言了，你的这幅画子是假的，是赝品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不错，李善是我的好朋友，对他的画风我是十分清楚的，请听我慢慢与你说来。李善的用笔点染随意，虽是横涂竖抹，却不失整体感与层次感。而你的这一幅呢，用笔拘泥，看似洒脱，实际缺乏意趣和层次。李善的画在不拘法度中有他自己的独到凛然之气，不拘形似中淋漓放笔，实乃大家之风范，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临摹得来的，知道了吧？哎呀，先生高见的。实话实说吧，此画确实是赝品，我挂出了半个多月了，从来没有人能看出来，
还有出价不菲的，我都没舍得出手。今日让先生看出来了，点化精到，实在让小生折服不已，请受小生一拜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请问先生高姓大名啊？在下姓郑名谢，我非本地人，为了筹措盘缠，写了字画来留立场。那先生的字画能否让小生一饱眼福？好，你看，这能值多少银两啊？啊，请稍坐。好。您就是郑板桥？是啊，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哦，原来老板只知郑板桥，而不知郑燮啊！我听家父说过，你在碧云寺给慎亲王画过81幅青竹图。哎，皇上把你押到京城，又把你放出来了，你还戏弄过我的家父呢。那么，你的家父就是原来的店主哈川？正是。那我先回去了啊！先生留步。先生大度，就像您的字画节操品行都没得说。先生的字画我留下了，您说要多少银两吧？郑燮在此谢过了。是这样，先留下这一张，换下那一张赝品，把它毁了。我不愿意看到李善的大名在外面被人糟蹋了。剩下的这张呢，您就看着给吧。先生的字画无疑是抢手货，找都找不来。赝品我即刻毁掉，先生请放心。这2幅画我以100两一幅买下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这只是我的随意之作，贵了，贵了。先生您就不要谦让了，小生是做生意的，我只会赚你的，不会亏本的。板桥，谢过了，谢了。板桥，哎呀，你果然在这儿，你可让我找的好苦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李善大人在亲王府等你呢，他们要为你送行啊！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走啊！先生慢走。等一下，先生银票。走吧，先生慢走，有空常来啊。走吧，回见啊，回见。你说，如你说来，卢大人是大受其冤了。谁说不是？只是在皇上面前无法申诉而已。这种时候是不好再说什么了。灵叔曾救过驾，皇上已经忍痛处置了。倘若再有什么异议，会弄巧成拙。我就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不拿验尸案开刀，彻底罢黜灵叔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李大人，还记得吗？皇上亲政之初，曾经立过誓，要待大臣属下如家人。更何况灵叔曾救过皇上的驾，他能失信，能在他的头上开刀吗？是啊，孔子有言：“治国之道，姑息并非仁德。伤点皮毛，不就是姑息养奸吗？”当然，皇上仁德是有限度的。他没收了灵叔的全部非法财产，又下旨在全国整肃世风，这等于做给这些朝臣们看的。板桥的词为什么在王公大臣中有争议？皇上他知道，要照他以往的做法，我看板桥的小命也就不在了。亲王说的极是啊。王爷，扬州的郑板桥，福建的李方英来了。快有请。
有请郑板桥、李方英。好，李兄请。哎呀，你到哪儿去了啊？哎呀，板桥，我们一直等你等到现在。实在抱歉呐，我去筹措一些盘缠，刚刚要来，方英兄又找到我，所以就来晚了。哦，你说什么？筹措盘缠啊？筹到了？筹到了。把它扔了。啊？板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样做，有人们知道了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板桥啊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，难怪慎亲王说你啊。我刚刚还跟他说呢，怎么样？亲王和李大人肯定要说你吧？如此，板桥就赔罪了。不过你不要误会，我没去找那些朋友，我的那些银子是卖画所得的。就冲这一点，王爷，您这叫允喜君。哦，是，请允喜君多多见谅。来人呐！王爷有何吩咐？去，把我给板桥准备的银两拿来。是王爷。板桥，历经风雨一番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是越来越近了。板桥，平生有幸得识允喜君这般良师益友，死不足惜。哎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那些喜欢板桥画子的人可怎么办呢？啊！皇上，微臣李善奉旨叩见。平身，坐吧。谢皇上。去扬州之前，你说你要收集一些好的字画回来，收获如何？启禀皇上，在扬州，因为有巨样案一事，本应请诸位画师特制的一些画作未能如期完成，臣急匆匆从小玲珑山馆收集了一些微臣以为尚可的画子来。哦，这么说来，又有不少书画新作可以入藏喽。能否入藏，还请皇上定夺。朕听说，所选的扬州画作平平乃尔，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扬州画派独辟蹊径，运笔怪特，为画坛新风也，与某些人口味相去甚远，恐怕难讨得什么好画。如此说来，爱卿偏爱扬州的画作，也是有道理的。既是这般，朕就是非看不可喽。什么时候让朕去看呢？皇上，臣这就去安排。好。来呀，把这幅字挂到那边去。拿过去。挂起来。哎，挂到那边去啊。是。皇上恩泽李大人，这回该有重赏了吧？好来了。这个也挂起来。李大人，好啊。扬州是你的故乡，趁此机会，你可以光宗耀祖一番了。仅是误解了。学生虽然是扬州府属人，但绝没有思乡念土之意呀！我看这些画师，充其量只是未入流之辈，怎可轻禀皇上？如此轻率，
岂不是有意诋毁我等之名声吗？今时诧异，他们都师从石涛大师，画风独辟。这些画儿大有名噪江南之势，不可小看呐。哎，往那边去。怪不得呢。允许千岁那儿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青竹图呢？李大人，老夫奉劝你，好自为之吧。李大人，这金大人他这……禀太后，金大人求见。哪个金大人呢？就是给太后画像的那个金敏之御画师。那就请他进来吧。这有请金大人。臣金敏之叩见太后。免了，金大人请起。谢太后。有什么事吗？臣不知当讲否。有什么难事，说出来，我听听。太后，宫廷画师李善李大人从扬州买回不少书画来，准备献给皇上，并收藏在如意馆中。那好啊，都是些什么画册呀？太后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这些画作竟是扬州的一些摆地摊的街头艺人所作，竟然要和我们这些宫廷画师的画作摆放在一起，实在令老臣无颜面对太后。那这事儿可得问问皇上。更有甚者，这些画作上的诗词竟然都是对朝廷的不满和诽谤。那金大人为什么不去禀报皇上啊？老臣多次提醒皇上，无奈皇上偏听礼善，所以老臣就……好吧，那就带我去看看。太后请。您慢一点。太后，您老人家瞧瞧这边，就这个。太后请看，此僧未曾入娘胎，昨日天宫抛下来，暂借午门头一宿，明朝日出上天台。这是个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画师借画影射呀。影射？影射什么？他就影射皇上南巡不祥啊。您老人家看看，这不太阳一出来，雪就消融了。对，不该画雪，该画石头。石头不就不画了吗？是。
太后，您看这幅，年去年来来去忙，不饮千觞饮百觞。今年若还要吃酒，除去酒边犹自旁。太后，这就是嘲弄当今盛世啊！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没酒喝，只好喝水啊。太后，您看这幅，想君别是闲花草，未必孤山枯树枝。这闲花草是什么？这枯树枝又是什么？那金大人说呢？太后，这枯树枝是指当今的朝廷，这闲花草是指朝廷的重臣啊。这岂不是说咱们大清的江山就像是枯树枝了吗？对呀。哼，这个李善到了一趟扬州，竟弄了些怪话。我看呐，他甭在你御花院了，去让他到后花园去，那里正在修葺呢，缺少短工。太后，老臣叫不动他，万一皇上怪罪下来，我就说是我说的。遵旨。李大人，好了，起来吧。李大人，太后有旨，要李大人速去后花园，那里缺少画师。皇上知道吗？太后说她会亲自告知皇上，李大人不必多问。明白了。啊，请你回去禀报太后，说李善马上就到。这。板桥兄，洛阳到了，我不能再送了，你要多加保重啊！啊，多谢李兄一路相随，我祝你做一个好官吧。哎，你们都听着，务必送郑先生到扬州，方可返回。是。板桥兄，多多保重啊！啊，李兄，你也多多保重啊！啊，走吧。再见，保重。再见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就停在这儿吧。大人，您拿好。好。哎呀，多谢一路相送啊，多多保重了。大人保重。哎，保重。大人保重。哎，哎呀，老先生，跟您打听个事儿啊，您还记得不记得上次扬州有个洪师爷，还有个歌舞伎，他们那个……这个我知道，这两个人呐够种啊，为了保郑板桥都死了。哦，我想上坟上去看一下，您能给我指个路吗？我知道，顺着这条小路一直往前走，靠河边的一个坟岗子就在那儿。哦，多谢了。不坐会儿了？啊，不了，谢谢了。慢走啊。啊，多谢。
相识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有缘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雨打风吹的离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